台湾有一个俗语讲，擦卡恶人违规停车在先，高抢警察。这个代志发生伫新北市。新北市南口警方伫夜间巡逻时，发现讲有轿车违规停伫红线，赶紧要去甲扣行的时，结果引起车顶有3个查甫人真不满，落车将这个原件甲包围掉咧，煞因朋友塞车到位，佫坐镇，佫继续抢这个警察，甚至呢用手塞这个原件加载。支援警力呢到现场了，将在场9个人。完全拢甲掠进派出所。一台黑色轿车违停伫红线，两位员警好心去甲提醒，想袂到干那甲扣坑，就引起车顶乘客不满落车理论。同一时间，雄雄出现一顶乌衫人，大家拢真生气，毋但呛声，甚至阁甲员警友。警察虽请求支援，较无1分钟，支援警力赶到现场，甲9个人隆重压制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泰山，原本9个人开3台车要去中和航路地拜拜求财，约伫泰山，因为违停互警察扣坑，竟然就动手杀员警。呼吁南京路人务必遵守交通安全规则。如果遇到取缔不符时可径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诉那切勿冲动，而与警方发生冲突。少年人靠说家己人较济，就对警方动手。警方一查，阁有人无驾照塞车。原本是要祈求土地公保庇，增加好运，即马拢总爱为家己的厂房依法上班。